Whippy 豬仔大家好啊！唔知大家咧有冇都遇到個難題啊？自己可能都識踩單車，但係教小朋友踩單車有時候咧就發現咧啲困難嘅。就算咧我哋康城街坊咧一落街要單車徑啦，但係咧有陣時咧都唔係好知，因為譬如可能都想去租部單車啦，又或者揾啱地方，咁啊可能會去到將軍澳單車公園嘅，但係範圍咧有好多人喺度踩緊，又唔係咁適合。就是要下線好嗎？歡迎嚟到 Whippy 豬仔 channel，未 subscribe 我哋朋友咧，記得 subscribe 我哋 Whippy 豬仔 channel 啦。原來咧有啲咧喺市中心啦，咁啊譬如咧九龍灣啊，咁有啲地方咧係專門咧係啱咧初學單車嘅小朋友咧學踩單車。咁我 Whippy 今日咧就經過九龍灣啊，其實帶豬仔咧去學游水咧，就嚟到九龍灣公園就發現咧，依度咧原來咧政府咧有啲咧係俾初學者學踩單車嘅單車徑嘅，咁而家大家望到呢度就係啦。咁啊一路咧唔係好長唔係好短嘅地方，就啱咧係小朋友去學踩單車，而即刻咧隔離咧就有個租單車嘅位置啊。咁所以咧其實咧就 Whippy 都覺得咧好適合啦。各位家長咧帶小朋友咧嚟呢度咧去嘗試下咧學下踩單車啦，享受下咧學踩單車嘅樂趣啦。之後學識咗踩單車啦，咁就可以譬如出翻去啲唔同嘅單車徑啊，翻去將軍澳嗰度咧去享受下踩單車嘅樂趣啦。咁啊，呢度咧其實就Whippy 都係今日發現啦。咁啊，嗰度租個單車咧，其實都未問到有咩價錢。咁啊，如果大家都有資訊想去繼續了解嘅話咧，等陣間咧Whippy 發現到咧，原來依間租車店咧係有個 Facebook 嘅，咁啊可以去睇下。咁而呢個單車場咧，除咗九龍灣之外咧，原來咧仲有第二個地方。咁就喺公樂道嗰度咧，其實都有嘅。咁啊，不過咧就Whippy 就今日路過呢度發現咗，咁所以咧就同大家去介紹下啦。咁呢度其實九龍灣咧離呢度呢個單車場咧，或者九龍灣公園咧，就唔係咁就腳㗎。咁啊唔喺地鐵站附近㗎。咁啊，所以咧如果大家係去搭地鐵咧，去到九龍灣地鐵站咧，其實就可能遠啲。咁啊感覺上咧，其實佢係會近啲啟德啊。即係啟德運動場嗰個地鐵站咧，行過嚟咧，可能就會近少少。咁你見到入面咧，直情有晒咧一啲保護晒嘅單車徑啦。咁今日咧星期六嘅下晝見到有啲小朋友學踩單車。咁所以我 Whippy 發現到呢個咁好嘅地方咧，去俾大家去同小朋友學踩單車咧，咁都即時咧就出條片啦，等大家咧去了解下。咁啊，如果知道嘅朋友咧，想興趣試嘅話咧，就可以考慮下呢個選擇啦。Whippy 豬仔 channel 咧記錄咗好多香港嘅回憶同埋香港嘅特色啊，其中有啲咧可以咧支撐咗咧超過50年嘅茶餐廳咧實屬少有啊。咁啊，大家有冇幫襯過呢間呢？又或者係呢間呢？時時留心即學問，多謝大家收睇 Whippy 豬仔 channel，我哋下集見。如果想睇翻呢 Whippy channel 其他片咧，就歡迎你嚟到Whippy 豬仔 channel 嘅網頁啦。例如喺康城嘅生活圈啦，由最近距離5分鐘內啦，去到啦15至20分鐘內咧，附近咧究竟有啲咩特色嘅社區設施啦，又或者係有啲咩有特別嘅最新發展啦，亦都有咧主力去介紹啊。咁啊，跨灣大橋再加將軍澳藍田隧道啊，接近呢500英嘅工程咧，由無到有啦，究竟有啲乜特色之處啦？咁啊，Whippy都有超過啦20-30部片咧，去每段時期咧去分享一啲咧特別咧要點啦，同埋啲咧特別啲 milestone嘅，咁啊記得唔好錯過啦。另外咧 Whippy 豬仔 channel 咧有個最新嘅 playlist 或者 series 叫做 Whippy CO3，咁啊呢個系列嗰度咧就專門去分享一啲咧統計嘅數字嘅，咁啊唔單止淨係將軍澳或者康城嘅統計數字，咁啊全香港不同類型有趣嘅數字咧，其實都喺度咧用啲特別嘅技巧咧，去等大家咧去睇到啲統計數字嘅變化嘅。譬如呢個咧就講緊對上嘅18個月啦，究竟咧將軍澳呢邊一區咧最多嘅樓宇成交，呢啲咁特別嘅內容咧，淨係得 Whippy 豬仔 channel 咧獨家有嘅，咁啊 Whippy CO3 記得咧嚟翻呢個 playlist 度咧揾翻啲內容去睇下噃。如果你唔係好習慣咧睇翻YouTube 嘅 playlist 嘅話，你想有個 time sequence，好似 Facebook 咁樣去睇翻 Whippy 豬仔唔同嘅資訊分享啦，尤其是關於日出康城嘅，咁啊有一個網頁叫做Facebook 日出康城 group 啊 Whippy 豬仔 channel， 咁啊記得 join 呢個 group 咧，咁就有個 time sequence 俾你睇翻咧唔同嘅分享噶。日出康城個 group 咧最主要係日出康城嘅資訊啦，咁頭先所講嘅Whippy CO3 啲有趣嘅統計數字咧，就會另外有個 group 叫做 Whippy CO3 Facebook group 嘅，咁啊記得咧去 join 翻呢個 group 啦。Whippy channel。
咁啊，最後補充下，豬媽咧都話咧啲豆腐花真係咧好軟滑啊，亦都咧係因為水浸咧就有一種軟綿嘅感覺。好啦，咁就係咁多啦。